敬德活伫耶稣的慈爱中，请曾牧师。愿恁平安，愿各位主耶稣将伊各我的恩典，丰丰富富赏赐予咱，做伊的学生，做上帝的囝儿，咱这个信仰的家庭。伫咱要领受上帝的话，要默想耶稣各我对咱的祝福，我要邀请咱搁一摆，咱同心来祈祷。至圣的上帝，阮深深感谢你。有甚物种的上帝会通亲像你？阮的厝边甲阮讲，信甚物拢共款，阿爸天父无共款。有甚物种的上帝欢喜为着世间人的软弱，屈给家己受凌辱来救赎伊手所创造的人。除了你以外，我无别的上帝。至圣的主耶稣，我要感谢你。你本有上帝的权能，却是你处奴仆的形象。你将这种牺牲的疼白白赏赐予人类，却是因为阮心思受背逆，阮常常袂记得，嘛想无。阮怎样通安然白白领受你的疼，却无真心的回应？主耶稣伫今仔日的礼拜，阮感谢敬拜阿罗你，愿你所赏赐给我的圣神，叫醒阮，互阮每一个受你的疼所蒙着的阮的兄弟姊妹，我要同齐起做一间军队里，坚心相信。为你来我的教会，至圣的主耶稣，愿你将你各我的权能放伫阮的中间，互阮敬拜你，祈祷我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的厝边常常甲咱讲，甚物种的宗教拢共款，你捌听过吗？也这有共款吗？愿咱对今仔日开始，特别是对今仔日的圣经米迦书讲，有甚物种的上帝？主，我无要甲人辩论，因为辩论袂通改变一个人对信仰伊的坚持甲选择。但是我知，耶和华我的上帝，你无共款。所听的姊妹，今仔是过活节，咱爱深深问咱家己，对初信迄一日到今仔日。你的生命改变了吗？你有偌大偌济改变？所听的姊妹，日日改变，年年改变，咱按着荣耀来成长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问咱家己讲：我逐年拢咧过这个过活节，逐年拢咧过这个受难周的祈祷会，但是我有甚物种的改变？愿天父上帝甲咱三个弟弟，互咱伫今年中间有一个足大的转变。对主耶稣将伊各我的权能，搁一摆，所听的姊妹，望着你的心，望着你的家庭，望着咱的教会。耶稣的死毋是为着别人，为咱每一个单独的个人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来到主的面前，咱恳求天父上帝帮助。过活节受难周，其实甲旧约的出来日记足共款。3600年前，就是以色列人伫埃及400年做奴隶，叫天袂应，叫地袂应，伫咧中间靠赖上帝。3600年前。上帝赐给摩西去甲法老王讲，互我的百姓离开你的苦楚。迄个故事一直到今仔日，犹太人世世代代咧过盘过节。盘过节就是耶稣要受掠迄暝。咱咧讲主耶稣设立圣餐迄日，
就是传统的搬过节，迄礼拜中间真要紧，会搬过节的暗暝，世世代代的纪念出来紧，但是人真容易袂记，真正需要受讨棒的，毋是历史的故事，真正需要讨棒的，就是你我咱生活伫一个受捆绑、伫歹的习惯、伫错误的价值观念、伫扭曲的咱的生活的局望的内底。呀，这咱感觉真正认真去想，这个信仰带予我什么种荣耀的改变？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所听的兄弟姊妹，主耶稣伊手讨帮咱，互咱对错误的习惯、歹的习惯、错误的观念、错误的价值主张、错误的欲望，求主耶稣甲咱做清洁的心，互咱内面有换新正直的心。这就是基督今仔日的词汇，伫基督的中间引用代笔伊的基督讲：主啊，甲阮做清洁的心，互阮内面有正直的心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会通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咱听到伊的呼气，甲伊主的声。也这你好吗？我毋知恁，我捌甲恁讲过这个故事无？我毋知影，检查我已经讲过，但是我搁，互我搁讲一摆，好无？这个故事是一个妈妈，伊的囡仔伫6个月怀孕早产，出世的是这个囡仔，规身躯已经变做球仔色、乌色。这个妈妈本身是一个医生。当这个护士甲伊的囡仔抱出来，看到伊的囡仔这种的情形，规个心拢碎去。伊足足有1年，那亲像无灵魂的肉体，因为伊早就甲伊的红爷备办一间囡仔房间，伊甲伊的囡仔买真水的衫，甲伊的囡仔买真水的囡仔的面床。伊要养起这个囡仔来甲伊做生活，但是这个囡仔死去。虽然伊住伫豪宅，伫加州足好的一个地段，伊的医生是伊的先生是一个工程师，伊是一个医生，所以伊的收入拢足好。但是逐日伊看到伊的房间，伊拢无法度伫着讨房，迄个伤心一直捆绑伊1年外。有一日挡袂牢，伊哪起笑呢？伊甲伊的先生讲：“求你带我，这个时阵带我紧紧离开咱的厝。”伊的先生有困难，因为伫房间内底还阁有一个1岁外的红婴仔，无法度讲放咧就放咧。所以当伊的先生无马上回应的时，伊真有笑的冲去车库，锁匙开咧，车就撞出去。伫加州直直说，伊毋知伊要驶去倒。忽然伫红车顶的中间，伊停落来，有一个人来甲伊拍伊的车门。伊讲：“你好吗？”伊挖过看，迄是伊的哥哥。全加州遐尼大，什么时阵伊的哥哥偏偏？拄啊，迄个慢跑，拄啊走来到迄个十字路口的红车顶的中间，因为伊哥哥在伊的车看到伊，就压落来甲伊问讲：“妹妹你好无？”伊真大声哭，伊讲：“我不好，我不好，我真的很不好。”这个故事我足深的感动。所听的姊妹，耶稣今仔日嘛咧问咱讲：“我所听的孩子，你好吗？”原来伫今仔日搁偌济这礼拜内底，咱甲耶稣讲：“耶稣，谢谢你，我很好。”你若是不好，你甲耶稣讲：“耶稣，我真的很不好，我真的很不好。”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主耶稣用伊已经完成的定十字架，这种的听帮助咱。现在你需要耶稣吗？
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耶稣讲：耶稣，我需要你。今仔日圣经烦恼一段一个真要紧的观念，咱伫主的面前，就是上帝所想事。所以，规本圣经上重要的一句话，就是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上帝疼这个世间超过一切，所以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世间人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对了，恁个重新把这圣经读几摆，会当甲背起来。若袂当，将迄个意思读入你的心内，因为整个这3段的圣经，包括金句，加起来，牧师甲伊整理做一段足简单的话。对古早咱的上帝就是施行慈爱怜悯的上帝，伊将伊的独生圣子赏赐予咱，要互咱得到永远的活命。这个听是伫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内面，咱来遵守伊的应允，上帝的听是要踮伫咱的内底。这就是今仔日讲道的结论。嘛，就是整个圣经真重要的意思。所听的姊妹，唔通忽略圣经的话，读入你的心，这个话要拯救你的灵魂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做3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感谢上帝。阿爸天父，无一个上帝，无一个神亲像你。你是施怜悯的上帝，兄弟，你相信吗？兄弟姊妹，伸出双手，甲主祷。阿爸天父，求你将你的慈爱赏赐予我，求就互咱找就拄着。耶稣讲，求就互咱。咱的上帝是一个施行慈爱的上帝。愿咱摒空咱的内心，因为咱的心有可能受搅扰，就亲像这个负心人，伊的囡仔死去了后，伊根本无法度放落伊的忧伤。上帝差遣一个天使，就是伊的哥哥，伫伊走投无路的时，竟然出现伫伊绝望的时境，伊的哥哥甲伊带，甲伊陪。伊哥哥开伊的车倒去，然后伊阿嫂来陪伴伊，做伙过迄段真困难的时间。兄弟姊妹，上帝要差遣天使，耶稣已经来过啊！耶稣的个我的信心，要甲咱撒甲伫地。所以兄弟姊妹，要深信，爱甲这个上帝建立一个健康的关系。若无这个上帝对你来讲，就亲像咧听故事共款。兄弟姊妹，信仰毋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个历史的故事，毋是。这个故事就是咱人生中间必然需要得到帮助的。所以这段圣经讲，上帝啊，有什么种的神会当亲像你？愿咱来到伊的面前，因为比较先知讲。咱的上帝怜悯咱，伊对咱的祖先就施行伊的帮助祝福。今仔日要甲咱撒甲伫地，将来嘛要将这个怜悯放伫恁的家庭，到恁代代无尽。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是真正享受礼拜，享受上帝的应允。兄弟姊妹，你敢知怜悯甲听？有偌认重要。以前我只会当用圣经甲恁解说，但是最近我用足侪时间去读一本册，会咧讲去听对人的重要性。伊是用一个医生，用一个科学家来讲起人生命中间何等需要听。伊讲听，敢若看，就会改变一个红眼。近代科学的进步，互医生甲科学家有法度做真侪的了解，
因才发现红爷出世第一年上重要，因为每一秒钟，人的脑的细胞一直分裂。科学家讲，无法度想象的多，每一秒钟，咱的脑部对出世开始100万的细胞伫遐生长。后来医生发现讲，照顾伊的人，来用温柔的目睭甲看，甲伊拥抱，甲伊抚摸皮肤。伊讲，这个囡仔会传达到伊的脑细胞，所有神经会产生一种很好的迄种的刺激。伊讲，这种的红爷仔将来不容易得到躁郁症、忧郁症。感谢上帝，圣经并无甲咱讲遮尔清楚，但圣经甲咱讲，我爱你。听，圣经讲，听就完全了律法。兄弟姊妹，无论咱拄着心中的情境，愿咱来到上帝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需要你。毋是安尼尔。圣经讲上帝的怜悯有一个字，牧师甲恁解说过，伫旧约中间有3个字写着上帝的怜悯，其中一个字叫做 raham， 这个字最重要的意思会当翻做子宫。伊的意思就是你要活伫我的疼的内底，你要活伫我的怜悯的内底，你要活伫亲像一个属灵的摇篮的内底，我的疼要亲像妈妈的手。我会听，要伫你的整个生命中间产生你想象袂到的刺激甲帮助。今仔日讲主耶稣的歌话，就是用这种的听，要帮助咱重生。无论你伫成长的过程，伫你的生活中间，捌拄着心中的坎坷、无快乐的记忆、忧伤、受伤迄种的经验。主耶稣，伊伫十字架顶悬所做的工作，就是帮助咱。你愿意互耶稣帮助你吗？愿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今仔日的圣餐，无论你只有眼睛吃冰淇淋，还是讲你真正已经洗礼了，你要领受圣餐。兄弟姊妹，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开始，你的心无甲耶稣讲，耶稣。互我加一喙，耶稣互我啉一喙。我捌听一个原住民的牧师，伊咧讲起伫伊的教会守圣餐的时，妈妈互囡仔吵甲挡袂牢，所以当牧师咧守圣餐，大家拢无咧看安静的时，迄个妈妈偷偷甲牧师互伊的饼掰一块，甲插落迄个囡仔的喙的内底，遮尔水啊！兄弟姊妹，教会毋是小气，都爱恁洗礼才当修圣餐，毋是。但是这是一个神圣的规矩，甲小气不小气无关系。所以兄弟姊妹，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，咱用身心灵，咱甲耶稣祷告，耶稣，求你将你的活命放伫我的手中，我要一生来享受你的疼。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读约翰福音第3章16节，圣经甲咱讲，神爱你，甚至上帝听咱到完全无保留。上帝讲，这个听就伫我的圣囝耶稣基督伊的内底。愿咱回应讲，主耶稣，感谢你。对永远到永远，我要敬拜你，你是我的主。约翰福音讲这句话就简单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。这句话是真侪基督徒一世人有可能嘛无一定了解，这叫做牺牲的疼。一个真正明白耶稣牺牲的疼的基督徒，
伊的自私会慢慢减少。一个真正有耶稣牺牲的疼所满足的人，伊会愈来愈关心着伊身边的人，慢慢伊会亲像耶稣同款，伊注重家己，但是伊嘛注重别人。所听的弟兄妹，这叫做满意的恩典啊！咱的生命原本是不足，生者都无够，但是耶稣将伊丰盛到有剩的疼，放在咱的生命中间，抹出来。像这里愿意讲对这种满满的祝福人生嘛？关今仔日的礼拜对咱来讲是一个邀请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咱甲主耶稣讲，主耶稣互我真做一个甲你同款的人，有丰盛的画面，我会当甲人分享。今仔日的世间咧讲起，上帝将伊独生的囝赏赐世间，神爱世人，其实圣经的翻译毋是人，伊讲神爱世人，那个人是中文的翻译。真正圣经翻译叫做 cosmos，cosmos 会当讲英语嘛，当讲迄个希腊文，因为希腊文本身就是 cosmos， 英语嘛叫做 cosmos。cosmos 这个字就是宇宙啦。所以上帝听所有伊所创造的万物，毋是干那听世间人。其中咧讲的最后一句，伊听世间到安尼。无需要搁一届甲恁分享解说这个字，伊听世间这个听，这个字叫做阿加佩。我相信恁拢知影，恁若伫地等到有一段时间，恁若毋知阿加佩是啥物意思，可能你有当时可能就是麻麻。因咱教会壁写阿加佩，咱就常常咧讲，咱中间嘛有人甲即个因的手所做的社服的即个的工作，叫做爱加倍。阿加佩咱知影讲，迄叫做神圣的爱，对吧？无私的爱。但这个字就随我到这礼拜才知影，圣经永远读不了。因为我以前读的解说拢讲，伊是一个神圣的爱，是一个无私的爱，是所有人类当中4种爱里面的最高阶级的爱。但是这礼拜我读到一个解说，伊咧讲起迄个阿加佩分2字，叫做阿加 filial 英语翻做 philosophy， 你若知英语的人，你就知影讲，迄叫做哲学真理。伊的意思就是讲，一分超出你的思想的听，你会经过计算，你会经过你的理性，会好甲袂好。但是伊咧讲的阿加佩就是一个阿加意思，就是超过，爱讲伫头前，超出你用你计划、思考、判断迄种的情绪。所以，伊是一种最高级的爱。所听的弟兄们，莫怪耶稣问彼得3摆讲：“你有听我也无恁会记个故事无？”耶稣第一摆问伊的是，就是用阿加佩这个字，中文甲翻做“你爱我更深吗？”所听的弟兄们，你敢愿意用你的听，甲耶稣结连做伙？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耶稣讲：“主耶稣，我愿意，求你甲我三角地带。”愿天父上帝将这种的信心赏赐互恁的家庭，互咱亲像保罗。我深信，无论是什么，都不能叫我与神的爱隔绝。下面这句话，咱常常袂记哩。特别是我啦，我唔知恁有记起来无？我拢相信神的爱是不能被隔绝的。但是最后这句话过去，我读过了，并无真做我印象中间足重要。伊讲上帝这个阿加佩的听是伫什么所在？伫12个典冠，
伊讲这份疼是伫耶稣基督的内面所听也这来领受，通过今仔日的礼拜，通过你的阿们，通过等一日你捧圣餐的饼甲杯的时，你感谢主耶稣，你甲主耶稣讲，你的爱在这块饼干上，你的爱在这个葡萄汁里面，好不好？但你修圣餐的时，你感谢耶稣讲，耶稣你的疼，伫这块无甲饼无效饼的顶端，耶稣你的疼，伫这杯小小的葡萄汁的内底，主耶稣我要领受，啉落去就是我的啊！主耶稣你的疼就充满伫我的内底，所以第二个牧师要邀请恁的祈祷，就是伫这个礼拜的中间，你甲耶稣讲，你甲上帝讲。亲爱阿爸天父，求你用你的疼来润得我，求你用你的疼来养饲我，互我无搁再打腰喙打。主耶稣求你的疼阻碍活伫我的内底，这就是今仔日牧师会讲到的题目，活伫耶稣基督的人民的内底。阿们的人就受祝福。我咱伫伊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。偷放我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将我歹的习惯，将我错误的价值观念，将我内底无健康的欲望，牧师阁讲一摆，如果你的习惯若毋敢公开，互你阿妈妈做，公开会歹势，也这。认真去面对迄个习惯。连在礼拜甲牧师共款为上两家讲，最后我想要改，但是我足歹改。也这会记日，伫人袂话，伫上帝凡事拢会。迄个意思就是，伫咱无能力通偷放的时，上帝要改变你，咱的习惯。咱的价值观念，咱伫咱内底有某一种无真健康的欲望，所听的姊妹爱诚实认真去面对伊，因为你唔面对伊，有可能咱就互这种错误的欲望，甲咱扭曲。主帮助咱，因为咱拢有两者。所以，拄则牧师甲恁讲起，听会改变一个人，听会改变一个人。科学家真正安尼研究，因先用白老鼠，一阵白老鼠的妈妈就是真温柔，伊真够甲迄个白老鼠洗身躯，用指甲剪，用骹甲拉。个另外一阵就是迄个妈妈，可能过去就是受伤的鸟鼠的妈妈。伊细汉成长的过程，伊的妈妈就是互伊自生自灭。这两种的鸟鼠啊，科学家甲因抽回起来检查，这阵的鸟鼠啊，伊内底有一种过头强的一种荷尔蒙，迄种的荷尔蒙就是导致这阵鸟鼠啊后来罹患癌症、罹患癌细胞、罹患行为异常。的原因，后来伊只鸟鼠啊，中间这阵的鸟鼠啊，歹命囝，甲摕几只过来，互这个好的鸟鼠啊妈妈顾。后来科学家发现，竟然这阵鸟鼠啊，拢共款健康。这就是因讲的，一个翁仔若拄着好的照顾的人，常常用温柔来看伊。亲像圣经讲，上帝用伊的面光，用伊的面光来看我，恁会记得圣经无？神啊，向我仰脸。咱毋知迄句话遐尼水，但是当咱伫孤单的时，上帝用伊的面光来接纳咱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感谢伊，因为科学家发现，这种的触摸，这种的互动。
会互囡仔真做一个真有思想、品格真健康的人。咱知影文化刺激的囡仔，若较少，伊的结果是啥物？恁若伫社福机构，恁就知影，迄叫做发展迟缓。所以，爱的姊妹，咱毋是发展迟缓的基督徒，对毋对？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伫今仔日个礼拜，主耶稣用伊个我的心，帮助你，帮助我，互咱得到讨棒，咱的个性，咱的负面的思想，咱的过去阴影。伫咱生活内底，主带咱个我，最后无事要邀请恁，用恁的生命来回应耶稣。耶稣为咱死，你敢愿意为伊来活？拄则无事甲恁解说阿加佩这个字，就是毋是干那用你的计较、思考会好袂好。是当咱的生命互主会听蒙着的事，有的人有这种个性，非常水。人若对我1分好，我就行伊3分好。昨天爱的姊妹，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主耶稣讲：主我袂堪得，但是你用这种的听我，我要为你来活。这就是牧师拄则甲恁解说吼。伫约翰福音3章16节，这个阿加佩，伊毋是写阿加佩，因为是伊的时态问题，伊叫做阿加帕奥。这个字就是阿干加 phileo。阿干的意思就是更较济，更较济。phileo 就是 philosophy， 就是真理、智慧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。伫今仔日礼拜，耶稣问你讲。你爱我吗？也这，你的回答是什么？主啊，你知，我听你。愿咱伫今仔日个礼拜，咱甲主耶稣讲，主互我活伫你的听的内底，毋是出于勉强，毋是出于思考，是因为你的听，丰丰富富踮伫我的内底。所以我连想都免想，我连想都免想，遐连自然之人，主你就是用听甲我拥抱。所听爱的姊妹，愿圣神祝福恁每一个人，祝福恁的家庭，互恁有幸福。主耶稣听甲恁三个伫地，活伫听的内底，到一生的落尾，好吗？亲像迄只鸟鼠的妈妈，将主的听传互你的囡仔。愿上帝互咱的教会成做一间阿加佩的教会，毋是敢出一支嘴，嘛毋是敢若踮伫壁顶，是咱伫感受的中间，咱互主的听改变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耶稣，阮学了你，阮敬拜你。世间无一个神是对死个活，独到你对死个活。世间无一个神，伊选择这种的方式来表达伊对世间人的听。独到主耶稣，你为着阮牺牲流血，无保留。主耶稣，阮当心祈祷的时，愿你的听运行伫阮的中间，互每一个阮当心敬拜的兄弟姊妹，阮的生命拢得到满足。你用听来改变阮，你用听来赎回阮。主耶稣，阮要成做你听的记号，阮做袂来，但是若当你的听运行伫阮的中间，阮连想都免想。伫喘气的中间，自然之然，所以你的听就运行伫阮的中间，学到你的性命，到代代无尽。阿们。